皇上，快上来吧！上来吧！快上来啊！哎，皇上，小心着凉！哎呦，奴才们皇上呢？你们上来吧，水太凉了！快上来呀！着凉！皇上，使了他呀！皇上！哎，皇上，水凉！皇上，赶紧上来吧！要捞什么？奴才们下去帮皇上捞。皇上，公公，皇上出什么事了？也不知道皇上丢了什么东西，非要亲自下去捞，捞了半天也没有捞上来。对，是颗大珍珠。什么珍珠这么稀罕？谁知道啊？我们帮您捞呗。皇上，快上来！皇上，哎，你怎么也下去了？快点上来呀！我找到了，皇上！皇上！找到了，赶紧上来吧！好样的！来人呐，看赏！是皇上！皇上，来，皇上，奴才扶您上来！来，您慢点，来。皇上慢点！皇上！王爷吉祥。嘿，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？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？我想给你个惊喜嘛。什么惊喜啊？全是惊吓，一点惊喜都没有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好像随时随刻都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似的，想出现就出现，想消失就消失。你到底是哪个宫的？你主子这么纵容你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我在金銮殿做事，我是当今的皇上，你信不信？你不要命了？在这说这种话？就算为了你，我也会留住自己的命的。放手！哦，胡说八道！哎，这里就我们俩，谁能听得到啊？这皇宫里面到处都是眼睛和耳朵，你要再不管好自己的嘴啊，你到时候出大事了，可千万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对你也不错啊。给。怎么，不高兴啊？我丢掉的东西，你为什么？我想亲你一下，加上这个吻就足够了。你个死太监啊！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！莲儿，哎，少熙姐姐，这是一个侍卫托我给你的。侍卫？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刚刚我在外宫碰到他，他说跟你是旧识，特地带了些水果给你。我看这水果也不是什么违禁品，就给你拿来了。谢谢。他人呢？应该刚刚才离开吧。哦，那我去看看啊。啊。喂！莲儿姑娘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干嘛送我水果？无功不受禄，我多不好意思啊！我记得之前跟姑娘说过，希望有机会的话，
你能帮我一个忙，其他的全当是我的一片心意好了。我知道你要什么，我也知道你救过我的命，可我不认识皇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帮上你的忙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姑娘有心就好了。可一码事归一码事，这个水果你拿回去。这不是很贵的东西，你不会指望着我还把它带回去吧？哎，喂，那这样吧，我可以付钱给你。不用了，姑娘。这颗珠子可否借我一看呀？哦，给。这不是我帮皇上捞起来的那颗珠子吗？怎么会在他手里？难道……恭喜姑娘，这颗珠子失而复得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这颗珠子丢过啊？我学过一些茅山之术，掐指一算。哎，我会给你钱的。不用了，记得替我说好话。怪人。哎呦喂，小心点儿！送去乾安殿祭祖之前，你千万别给掉地上。这可是鞭炮，碰着火就着，一旦炸开了锅，这噼里啪啦的惊到了主子，你就是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啊！都是一样的位子，还摆什么总管的架子，真是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身份虽然跟你是一样的，可我在养心殿当总管那么多年，怎么伺候主子我比你懂。我现在在帮助你留住你的狗命，你倒发起牢骚来。是，我跟你……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鞭炮不够，再回去拿点儿。快！走！哎，苏公公，你慢一点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苏公公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先别喝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要干什么？你被人跟踪了。为什么？还用问吗？肯定是看你碍眼，想抓你的把柄，把你置于死地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最近啊，就待在坤宁宫里，别出来了。他们越想抓你把柄，越抓不到，时间一久，自然就忘了。哎，不行！怎么了？我有个小太监朋友，他每天都吃不好，我还要给他送饭呢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怎么还惦记着别人呢？哎，你别以为送吃的是小事儿，他们要抓你把柄，这一条就够了。比如说什么私相授受，比如说藐视皇家规矩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，足可以要了你的小脑袋。可是我不给他送，他会饿死的。饿死就饿死吧。哎，算了，我替你送。在哪儿啊？他在御河边等我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下回要帮助别人的同时，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。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怎么去帮助别人啊？好啦，我知道了。苏公公，快去帮我送吃的吧。苏公公，你是个大好人。好人不长命，祸害活千年。我才不稀罕当好人呢。嘿嘿，来，快来，跟我做啊！加上这个吻就足够了。你个死太监，没有让我再看到你！天哪，怎么会是皇上啊？难道？可是皇上喜欢他，为什么不纳他为妃呢？却要以太监的身份去跟他相会？
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拎着东西过去，我得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哎呦，我的苏公公，您可算是来了，等您好久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？莲儿姑娘和皇上，你知道了？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我正纳闷呢。你说皇上乃九五至尊，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他为什么要以小太监的身份去跟莲儿相处呢？这还用问吗？图个新鲜呗。后宫那么多女人，看腻了，哎，跟个小宫女玩玩感情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那这么说，那咱们布的这步棋成了？那倒未必。哎呀，皇上啊，是自古君王多薄幸，他今天图个新鲜，改天说不定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再说莲儿姑娘，她没有名分，自然替咱们说不上话。我看呀，咱们这步棋是废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想先听听公公的意思。得了吧，你能来找我，证明你已经想好了，想说什么就痛痛快快的说啊！你知道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拐弯抹角的。好，不拐弯抹角。我的意思是，趁皇上还有这热乎劲儿，咱们戳穿他的身份，到时候莲儿姑娘做了主子，该说什么该做什么，不就容易多了吗？办法是个好办法，不过这事儿不能由我们去做。你想啊，皇上现在正玩在兴头上呢，如果要是知道了是我们破坏了他的兴致，他会怎么整治我们？找个人做就好了。宫里什么都缺，就不缺替死鬼。说来听听。要说了解皇上习性的，我要敢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。皇上晚上去慈宁宫。莲儿，到这儿来，过来，快点！苏公公，你找我？来，把这里扫了啊，扫干净点啊，注意点啊，啊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能到这儿来找我？莲儿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不是让我送饭给那个小太监吗？啊，我临时有点事儿给耽搁了，我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见了。怎么会呢？他说好在那儿等我的。啊，我听说那御河边好像有小太监因为犯了错，然后大太监呢让他打扫慈宁宫，上上下下全打扫，不打扫完就不让吃饭。你也知道，慈宁宫好多年都没住人了，这要打扫起来得7、8天呢。但就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朋友？一定是他。御河边很少有人去的，怎么办啊？这要好几天不吃东西，他会饿出病的。要不等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去帮你送点儿。这样不好，你跟好几个人住在一块儿，万一半夜出去很容易引人注意的。还是我自己去吧。那好，那吃的东西我回头帮你准备好了，就放在御花园的花丛中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干嘛拉着我？你放心吧，我早就在他的脚上做了手脚。做手脚？你看，哦，是磷粉。没错，就是磷粉。磷粉无色无味，撒在脚上，他在夜间行走的时候就能够留下脚印。这回我看他还怎么跑。快！额娘，眨眼间，你走了已经有3年了。这3年里，儿子心里的痛一丝一毫都没有减轻过。你心里背负的罪孽，一生痛苦，儿子又何尝不是？儿子总是想，在今时今日，
坐拥天下的同时，让您开心快乐，以弥补咱们母子俩多年来扎在心头的那一道道伤痕。可是没有机会了，真的没有机会了。于是儿子告诉自己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定要珍惜所有的一切，绝不放手。谁？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说呢？我给你送吃的，居然被人跟踪了。后来啊，我好不容易托人给你送，你却又走了。我听说啊，有人在玉河边被罚来打扫慈宁宫，我一猜就是你。我给你带吃的了，快吃吧。额娘的正生日跟先太皇太后相撞，所以每年都会挪后1个月过。可是朕一般都会在她的正生日来慈宁宫拜祭。这件事没有多少人知道，莲儿怎么会送东西过来呢？难道有人在背后操纵着一切？喂，啊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没什么。你给我送东西，我太感动了。那快吃吧。哦。哇哦，这儿这么脏，你怎么打扫啊？这已经半夜3更了，你就算打扫到明天早上都打扫不干净的。我既然来了，就帮帮你吧。瞧我，都想到哪儿去了？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心计呢？除非是被人利用。哎，外面有人！喂，开门啊！喂，没用的，开门啊！没用的，既然锁上了，就没那么容易打开。我想，我们还是稍安勿躁，看接下来是什么情况吧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？你现在还有心情吃东西？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被关起来，万一被别人发现，再给我们安一个什么私相授受的罪名，我们俩会被砍头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哎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相信我。你为什么知道没事？你是不是知道这里有密道啊？太后的宫里有什么密道啊？那你为什么会说没事啊？我们行得正，站得直，老天爷也不会太残忍吧？完了！你都在开始指望老天爷了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开心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那我宁愿选择去相信。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啊？要不我们来打个赌，如果我们真的有事，那我一个人承担，替你顶罪。如果没有事的话，你就答应嫁给我。你有病啊！你是太监。太监怎么了？太监就不能有老婆了啊？明朝有很多太监都有老婆的。我说你这个人，我好心来给你送吃的，你不感激我也就算了，你还趁人之危，我算看错你了。怎么生气了？要不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真的出事了，那我就做孤魂野鬼，你呢就好好的在皇宫里当差。如果说没有出事的话，那我就做我的孤家寡人，你继续做你的皇后红人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是答应嫁给我了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两个连性命都保不住，你还七想八想的，有什么用啊？既然没用，你答应我又何妨呢？就当安我的心，给我一个美好的希望。好，给你一个美好的希望。走。我们在菩萨面前祷告，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的。什么？你们真的把他锁在慈宁宫了？是的。哎呀，那得赶快去通知皇后娘娘。我们来个捉奸捉双，走。这。
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冲动。一来呢，经过了上次的事情，皇后娘娘肯定不会轻易跟我走的。二来呢，要是事情再有变故，那本宫的威信何在啊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去查一下看看，今天是不是先太后娘娘的冥寿？快！回娘娘，是的。那太好了，咱们就来演一出梦中捉鳖，谁也别想逃。千贵人，你真的听见慈宁宫里有人在诵经吗？千真万确，臣妾本来想，今儿个是先太后娘娘的冥寿，应该过来参拜一下。谁知道刚走到了门口，就听到了诵经声，那声音真的像极了先太后娘娘生前的声音。难道这里有鬼？胡说！这个世上哪里会有鬼？就算是先太后她的魂魄回来，那也是神，不是鬼。是，恕臣妾失言了。本宫在这宫里住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神呀鬼的。本宫断定，一定有人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所以咱们进去瞧一瞧，免得这个谣言又被传得沸沸扬扬的。是，这慈宁宫从来不上锁的，为什么上锁了呢？回太妃娘娘，是臣妾听到声音吓坏了，臣妾也想，肯定是有人故意装神弄鬼的，所以就命人把门给锁起来了。想等太妃娘娘和皇后娘娘来了，一起去看个究竟。打开。这参见太妃娘娘、皇后娘娘，千贵人，怎么会是你？我知道，因为你跟别人私会，怕被发现，所以就躲到慈宁宫来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，还敢狡辩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儿受罚，我是来给他送吃的。人赃俱获，你还敢狡辩？太妃娘娘，不用跟他说那么多，把他跟那个奸夫抓起来审问就知道了。你说谁是奸夫？臣妾参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你说朕是奸夫，那你是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是皇上，请皇上饶命，请皇上饶命。朕已经饶你好多次了，你在朕这里已经没有人情了，除非是熹妃娘娘肯为你求情。熹妃娘娘，来。之前你答应小正子说没事了，你就可以嫁给他，你不会反悔吧？奴婢。千贵人，你嚣张跋扈、出言不逊，按律当斩。如果你肯做新任的贵人，你可以求朕，朕可以赦免他。不过说起来，这样的坏人死了也不可惜。莲儿，我求求你了，就看在我们一起进宫的份上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啊，莲儿！我求求你了。
看来熹妃娘娘也不肯为你求情。来人呐，把她拖出去砍了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求你放了钱贵人吧。朕想知道，你是以莲儿的身份，还是以熹妃的身份？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熹妃，求皇上。来，熹妃娘娘请起。额娘，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咱们呀是来参加熹妃娘娘侧妃典礼的，一大群人都在等着呢，去晚了不好。可是你的身子……没事儿的，我才3个月，累不着。那你累了要说。你这个人，总是想着别人，不想自己，这点最让人担心了。是，妾身遵命，王爷放心吧。对了，那个新侧妃的熹妃娘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怎么一下子就跳过了答应、常在、贵人，就晋升妃了？这在规矩上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皇上要是喜欢谁啊，才不管什么祖制呢。我听说皇上当雍亲王的时候，府里有一个妃子，可是还没有等册封就死了。现今皇上要册封的这个人，他就说他是那个死去的妃子，已经从答应升到了常在，升到了贵人，没有人会去追究的。这样也可以呀？是啊，这样也可以。可是额娘想做太后，就是千难万难。好了，王爷，你别再为这些事烦心了。我倒是好奇，这个熹妃娘娘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啊？我想一定是倾国倾城，颠倒众生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一定呀是善解人意，温柔可人。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她做那么多事呢？一会儿看到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你们说坤宁宫的莲儿姑娘真是幸运，一下子就坐上了熹妃娘娘的宝座了。就是，听说皇上还把储秀宫给她住了，那可是风水宝地呀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跟莲儿做好朋友了。真没想到她也有今天。是啊。参见果亲王。
臣妾是乡野之人，怎么会认识这么高贵的王爷呢？回皇上的话，娘娘估计是刚才听说佳佳怀孕了，所以想多赐些福气给我们夫妻俩。佳佳在这里谢过娘娘了。恭喜福气，恭喜王爷。手脚麻利着点儿，快，那边！哎，你们几个啊，红枣花生放那边，桂圆莲子呢放这边。哎呦，这花怎么还没弄好啊？行，我来。这好看的面朝外，连这都干不了。哎，皇上驾到！接驾呀！参见皇上！参见皇上！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哟，这不是小圣子吗？你也真够厉害的，前脚刚出了养心殿，这后脚就进了储秀宫。看来啊，朕是小看你了。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跟着皇上10来年了，皇上还不了解奴才吗？奴才就是皇上身边的一条狗，走到哪儿都得为皇上办事儿啊。好好伺候熹妃娘娘，这前途不比养心殿差呀。不然的话，就前罪后罪一起算了，到时候谁都帮不了你。这，都出去吧。是。奴才告退。莲儿参见皇上。哎，不必多礼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朕以后都不能来你这儿了？一个男人想要让女人动心，不是靠他的手段，也不是靠他的权势，而是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莲儿觉得皇上是个好男人，难道皇上连这点细心都没有吗？那皇上是不是可以回养心殿啦？好，莲儿，你等着，终有一天，朕会让你心甘情愿的。娘娘，你怎么让皇上回去了？你放心吧，我没有得罪皇上，我有分寸。参见。大懒虫，大懒虫！小正子，你这么早把我叫起来干什么？快点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再见，皇上。干什么呢？快把它换上，朕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个衣服啊，赶紧换上，去。哦。四爷来了！四爷来了！大家快过来！大家快过来！小六子，四爷，各位，最近呢家里事比较多，啊，很少过来，怠慢了。
希望你们见谅见谅。哪里？四爷，您老是接济我们打心里感激您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您呢？这个姐姐好漂亮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忘了给大家介绍了，这是我刚过门的媳妇儿，哎，给大家发喜糖来了。哎呦！啊，来，乖。这边。四爷，您经常到这儿来吗？是啊，虽然他们是最底层的人，但这些人活得却是最自在，也是最快乐的。跟他们在一起，不但能够放松自己，而且还能够听到不少消息。小六子，来了。最近又听到什么消息啦？四爷，我告诉您，最近城东的好百万又霸占了一块地，苦主去大理寺告发，可是大理寺是认钱不认人的衙门，收了好百万的好处，差点把苦主给打死。哦，还有吗？还有。哎，等等，好了，小兔崽子有完没完？也不让四爷啊歇口气儿，喝口茶。四爷，您请这边好喝茶。走。君似天上月，梦似云中鸟，相伴相依，永远不分离。君似天上月，梦似云中鸟，相伴。四爷，我们这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。这是我讨来的馒头，我舍不得吃，您吃吧。四爷是大人物，怎么能吃你这馊了的馒头呢？你留着自个儿吃吧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就爱吃这个馒头。皇上经常来这里体察民情吗？是啊，这里才能听到真话，朝堂上没一句真话。那皇上为什么把我带过来了？朕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朕只是觉得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应该和你一起分享。谢谢皇上信任。不过看到他们过得这么清苦，我们回去也应该更加节俭才对。节俭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富裕起来。停车！从此安庄不苦读，一心攒钱买功名，朝廷举事只为钱，贪官见钱就开眼。从此安庄不苦读，一心攒钱。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闹事！成何体统？皇上，好汉不知眼前亏，我们回去再处理吧。来人，在，把他带过来。这，哎，干什么？谢谢两位救命之恩。你们为什么要在贡院前闹事？这次科举考试太不公平，我们寒窗苦读10年，抵不过这区区几千两银子。你说这次科举考试不公平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这次科举考试高中同名的是一个不学无术、连字都写不好的贡生，要不是他给了钱，他怎么可能得第1呀？倘若他真的没有才华，那他怎么通过会试的呢？有钱什么过不了？皇上拟了会试题目，早有太监明码标价，在宫院里喊价，等到会试的时候，找个人代笔，背下来就成。放肆！堂堂大国，选取人才，居然能出现这种弊端，朕回去一定要查清楚。